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对客家的民俗信仰也要了解一番。铜锣山区一带有着许多从小就祭拜的伯公，徐老师对伯公信仰很有研究，我要来请教他，伯公跟客家人之间如此亲近的原因。徐老师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伯公信仰，就是在铜锣乡这里有建造非常多的伯公，是为什么？这个应该来说跟我们先民来开垦的时候有关系。他们来山开垦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没有的通讯的设备，写信也没人送，他们会一直怀念的这个原乡的这个亲戚朋友。他们在工作之余啊，就在家里旁边的树下和石头上面坐着，一直在想念着原乡的亲戚朋友。是一个心灵的寄托。对，他日而久之，他就一直坐那边，他会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。所以我们客家人说称为伯公，伯公就是说，祖父的哥哥，我们客家人说伯公，伯公，对伯公的敬仰，这个尊敬就像祖父的哥哥一样。原来伯公是来自对长辈的亲昵称呼，有了伯公陪在身边，就有了心灵上的寄托。客家人跟伯公之间才会靠得这么近。我也记得小时候家中长辈跟我讲过伯公的故事。我们村那边的长辈都会说，就是比较有德性的长辈，在他去世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都会说他要去当伯公了，来庇佑着我们的村。徐老师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我们这边也有，在老一辈里面心里面，包括我爸爸，我父亲也这样，他从小就是很崇拜那个做土地公，他凡是什么事情要出远门到他去那边保配，甚至于在他临终的时候，80几岁临终的时候，在一个弥留的状况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我一想，他以前很尊敬那个土地公，我就到土地公那边给烧香，跟土地公讲，说希望土地公呢好好带我爸爸走最后一程。那带完了以后，我回来，我在我爸耳边小声的跟他讲，我说我跟土地公讲过了，他也答应了。我说你跟着土地公走最后一程，那可以很明显看我爸爸的嘴角稍微微笑一下，就这样就走。听完徐老师父亲的故事，让我非常感动。长辈们从小到大都有伯公陪伴着，也是因为这样，他们与伯公之间的情感才会这么深，这么纯粹动人。